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大家好，我係李霆鋒。今日咧，阿李霆鋒咧就同我哋經歷完民協主辦嘅安老政策考察團啦，係地點係大灣區喎。去咗兩個地方，廣州同深圳，亦都睇咗咧兩間唔同嘅院舍，一間就係喺廣州嘅舊式少少啦，一間喺深圳咧就好高端，亦都係好似酒店式公寓咁，一入住咧乜家私都俾齊你。咁經過呢3日之後，你有咩感想或者係最深刻嘅地方咧？你講講。講下背景先，我本身係一個社工啦。係。咁我覺得對我嚟講最大嘅衝擊或者感受咧，就係原來咧喺內地咧，其實原來嗰個睇社區照顧嘅嗰個概念咧，同喺香港嘅社區照顧概念係好唔同。係，即係尤其是喺香港咁多年社區工作發展嗰套嘅社區照顧嘅模式咧，其實好講求咧個社區嘅資源點樣去網絡翻嚟，同埋咧都幾講另一個概念叫社會資本，即係會好多鄰舍嘅網絡啊，會有好多地區裏邊嘅唔同嘅非政府機構或者團體去做一啲支援嘅網絡，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去做社區照顧。咁但係翻到嚟內地咧，佢有另一種模式會出現嘅，即係佢嗰種社區照顧嘅模式就會係又唔係完全係院舍，但係都又唔係完全好似香港嗰種社區嘅一種咁樣混合嘅提供服務嘅模式。咁當然啦，內地有佢嘅優勢就係佢好多嘅即係土地資源係可以容許佢可以起一間比較大嘅院舍或者園區啦。咁香港似乎喺現實上講似乎係比較難做。咁但係香港有另一個好處就係其實有唔同嘅非政府機構啦，或者其實有好多好充實嘅一啲網絡。過去好多年，我哋見到好多做社區組織嘅朋友，或者好多以前有做開社區工作，去認識一啲唔同嘅單位，譬如我哋成日講好耐嘅委會，或者就算現時你講關愛隊咁樣，其實都係一啲可以俾提供到長者照顧嘅呢個工作模式嘅手法咧，去做一啲長者照顧嘅工作。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比較大開眼界嘅，頭先講咗，除咗個模式唔同之外咧，仲好睇到底點樣可以俾即係土地嘅資源去運用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居住，俾到一個好好嘅居住環境。咁呢個我諗對於香港嘅長者嚟講，如果假設佢哋上到嚟去睇一個咁樣嘅環境咧，安老嘅環境咧，我覺得係對佢嚟講好大嘅衝擊。就係點解香港唔可以即係有咁樣嘅比較好嘅居住環境嘅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值得喺香港去諗下，到底我哋香港要安老，如果要解決要居住嘅問題，其實可以點樣解決？咁其實內地個優勢好明顯啦，毋庸置疑就係一定係地方大過香港啦，極之多倍啦，好似我哋啱啱所睇嘅一個好高端個園區咁，佢入邊嗰個無論設施上啊、面積上啊，都係可以係好大啦嚇。但係當然香港人去大灣區安老，其實所考慮嘅嘢咧，除咗面積之外咧，除咗空氣清新啲之外咧，軟件啊、其他配套都好緊要喎。你又覺得內地呢方面配唔配得到香港人嘅需要咧？如果坦白講，即係喺一啲服務上高咧，我覺得其中一個都係另外一個內地有優勢，就係佢人力資源比較豐富。係咁，佢人力資源多就自然可以提供個服務嘅類型，或者係可以配合到個服務嘅發展啦。其實係多嘅。譬如頭先我哋去園區嘅時候，我哋有聽到好清楚，內地嘅講法就係原來一個嘅長者佢有需要照顧嘅時候，可以有幾個人去照顧佢嘅。咁呢個係我估香港而家嘅有嘅，無論係院舍式嘅照顧、社區照顧啦，定還是即使係我哋用翻傳統嘅社區工作嘅照顧模式咧，都係比較難去。假設有個長者有比較大嘅需要，例如係身體嘅殘障啊，或者係一啲行動不便嘅需要咧，其實係好難去同一時間好幾個人去照顧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人力上高喺另外一個即係內地嘅發展安老服務嘅優勢。咁但係香港有佢嘅優勢嘅，即係香港有嘅優勢就係第一就係我坦白講，因為佢夠細，佢夠細其實造就咗好多便利嘅空間俾佢。譬如無論係親友去探訪啦，去做照顧啦，定還是佢要去出行去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香港因為地方細，亦都好多嘢好方便。俾咗好多個便捷啦，好多便利啦，俾長者去做一啲佢想做嘅嘢，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嘢其實我哋香港雖然就話即係而家即係中國融合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嘅長者其實都已經喺香港土生土長咗好多年，其實對佢嘅社區、對佢嘅成長環境好多嘅記憶、好多回憶喺裏邊。咁如果佢哋可以喺翻即係我哋用香港嘅講法叫做 aging in place 啦，即係原地安老。即係如果佢喺翻原地安老咧，對佢嚟講佢係會有個熟悉感啦、親切感啦，同埋佢覺得會有安全感會大啲。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如果佢進一步要再去檢討，或者進一步發展安老服務或者社區照顧服務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啲嘢係可以令到呢一樣嘢可以即係突顯到香港佢嘅優勢喺度？我覺得呢個值得諗下。好，咁啊，感謝阿李霆鋒嘅分享啦嚇。咁我哋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期待咧，我哋搞多啲類似嘅考察團，刺激多啲我哋嘅想像，參考多啲成功嘅案例，令到香港長者嘅生活咧質素可以越嚟越好啊！好，下條片再見，拜拜。